国立故宫博物院今年100岁，故宫今日特别办新春活动，邀请书法家现场写春联，送予民众，加添新春的喜气。恭请开笔。国内多位书法名家甲故宫院长斗阵写大字，最后展现伫大家面前，变做100个对联。今年拄着国立故宫博物院100岁，故宫特别举行新春写大字活动，邀请书法名家现场来写春联。在越来越多人的参与之下，我们每一年办理的这样的挥毫活动就越来越多，可以说是以书法推动来说，它真的是现在已经到了遍地开花啊！这场活动吸引袂少民众到现场排队，老师写好春联就送予民众，互大家斗阵讨一个喜气。家中长辈也蛮喜欢贴一下这个喜气，这样，所以就来请老师帮忙。都可以啦，反正我就是有打主意，就是要写吉祥如意。伊有立法院3度通过114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，故宫也受到冲击。未来伫国外贴电甲布电的作业上会受到影响。严重的可能就是数量不多，可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际文化交流的作业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年要去捷克国家博物馆，国理会基本上来讲的话，都是压印跟布屑展，然后当然包括开幕活动。那如果说这个经费删掉的话，那人出不去。故宫强调，像100个写大字的活动，是为着发扬传统的书法文化，未来也继续来进行以外，像是今年度要甲捷克这个博物馆的交流活动，若是不得已无法进行，也希望关心文化交流的人，用斗阵来合作，来提供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